我小朋友呢，嗱佢入咗巴塞踢波，咁我係好重視，我覺得呢，快樂學習呢係好緊要嘅。咁我覺得佢喺足球裏邊呢，揾到好大嘅樂趣，佢揾到好大自己嘅叫做 teammate 啦，佢有朋友啦，出去比賽啦，佢喺足球裏邊學習到一啲 discipline 啦，佢足球裏邊 manage 到佢嘅目標啦，喺足球裏邊呢，佢喺戰術規範同埋創作裏邊呢係好平衡㗎。佢自己嘅所謂技術嘅突破同埋戰術嘅運用都係個人同整體嘅一個合作嚟嘅。咁所以因為佢每年呢都要去今年去第2年去咗巴塞羅那，咁去到呢個城市呢，我睇下我用香港同佢比較，咁呢個城市佢特別在一個咩地方呢？咁佢呢個城市係兩樣嘢最值錢嘅，而呢旅遊如果係一個好重要嘅產業嘅話呢，佢係靠呢兩樣嘢支持嘅。第一，大家都知道巴塞羅那足球隊每一個比賽呢有10萬人，好墟冚㗎。咁嚟嗰啲人呢嚟自全世界，咁所以佢哋個品牌好出色嘅。咁呢個就佢哋嘅定位嚇。咁因為呢巴塞羅那呢，佢有一種叫民族嘅情緒好奇怪，因為佢等於佢哋以前係一個獨立省嚟㗎，所以同西班牙呢同皇家馬德里呢係世仇嚟嘅，係世仇嚟嘅，即係等於佢以前佢幾乎係可以獨立咁滯嘅。咁佢哋人好熱情嘅，對朋友好好，對客人好差嘅，即係我哋去到呢，對我哋好差嘅。但係如果你同佢成個朋友之後呢，佢真係借條褲俾你着都得㗎。咁我到嗰個地方見到有兩個最重要嘅一個資產，第一就係高迪嘅設計，高迪嗰個大教堂啦，嗰個聖母大教堂，同埋嗰啲散落咗喺個城市嘅一啲嘅建築物。每一個去巴塞羅那嘅人都話，如果冇見到呢啲嘢咧，基本上佢冇等於冇去過巴塞羅那㗎。咁每年呢，係即係製造嘅外匯收入呢，係你係計唔到。咁我哋話香港有乜嘢令到好多人千里迢迢咁嚟到香港去睇嗰樣嘢嘅呢？咁香港音樂館啊，海皮嗰個，你知唔知用咩磚砌㗎？廁所磚嚟㗎。嗰個咩啊？天象館啊，係用廁所磚砌嘅。你去有啲公廁好多啲廁所磚嘅。如果你見到古根漢畢爾包，你有足球就知啦。個地方古根漢博物館擺咗喺度之後呢，全世界嘅人去到個地方，嗰個地方嗰個旅遊產業呢，亦都係好興旺。去到之後呢，係好大嘅震撼，好大嘅視覺嘅震撼。喺巴塞裏邊，我又見到個城市一到比賽，哇係好熱鬧，10萬人，佢帶動嘅消費係幾多呢？咁我哋離開巴塞之後，我都冇乜去地方睇，就得2個字，一個就係高迪，同埋一個就巴塞，兩樣嘢啫，即係兩種產品喺度，佢就已經成為乜嘢？成為全世界人對佢嘅一個咩？一個嚮往同埋追求。你係唔知道一個球隊佢嘅吸引力有幾大。所以當我哋香港佢哋誤打誤撞入咗去攞咗呢個獎牌之後呢，咁政府先知道，原來一個成功嘅產業，佢可以衍生咁多價值喺度。咁但係香港嘅教育會唔會容許你一個禮拜踢幾日波呢？咁佢係唔會容許嘅，係冇青訓嘅。我亦都係喺巴塞裏邊呢一個巴塞嘅經驗呢，俾我睇到原來你只喺教育裏邊呢做多少功夫呢？嗱，我喺 apply 咗喺叫做創作裏邊啦。喺香港巴塞，佢哋學足球呢係由6歲7歲，同喺巴塞嘅一樣。覺得6歲7歲你話唔係啊嘛？香港係幾時學足球㗎？即係有系統嘅11、12歲，整冇6年。佢哋我喺2年裏邊，我睇住佢哋呢啲僆仔完全唔識踢波㗎。突然間2年之後呢，喺香港踢波呢個歲數呢，係幾乎佢哋打暈全香港，冇人夠你打，冇人夠你打。咁我哋嘅小朋友呢 under 10即係10歲嘅，今次去咗巴塞羅那，舊年就排第11，今年竟然可以打到入去決賽。點解可以打到入去決賽呢？就因為原來巴塞香港或者係巴塞
佢哋非常之重視青訓，將好多嘅資源。佢哋話教小朋友一定要揾最叻嘅人。佢同芬蘭嘅、瑞典嘅教育理念係一樣嘅。最少嘅小朋友一定要最好嘅資源俾佢哋。咁所以個青訓啊，而家美斯啊、沙維啊、踢波呢啲咁嘅人物就喺個青少年嘅時候係成立嘅。點解你會發覺好似巴塞羅那嘅球員好少花天酒地嘅，冇英國嗰啲咁低裝嘅？點解呢？咁因為原來佢哋喺呢個足球嘅訓練過程裏面俾咗好多嘅價值觀念喺度，喺個創作裏邊俾咗好多價值觀念。咁你見到啦，巴塞嗰個牌呢，佢冇嗰啲咩168啦、賭錢啊、啤酒啊冇，佢哋有乜嘢啊？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一個 brand 喺度。所以你見到呢個有個後衞碧基，佢自己咁後生都有一個慈善基金，就係我嘅小朋友呢，就我好幸運啊！就將呢個巴塞用佢哋嗰種文化嘅方法，就俾小朋友喺球場裏面要有禮貌，要有合作，亦都俾你好多空間去展示你個人嘅技術，叫你創造個人嘅技術。喺規範同埋創作裏邊呢，我睇到嗰個係好精彩啊，好美妙，佢都令我好感動㗎。咁但係喺香港，我哋嘅小朋友係點樣教嘅呢？我哋要用咩方法教佢呢？咁